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5月2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利未记19章第9节到18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人亲像家己。5月19号拜一的下晡4点外，伫三峡北大国校附近发生一件汽车爆冲，弄死几人位学生囡仔甲10几位的人受伤的惨案。每一个人听了后，心内拢感觉真伤心、艰苦，也对这个开车的造成车祸的这个累犯，伊的行为表示袂当谅解，因为咱想到着讲遐个囡仔受伤害的人，也拢是人厝里的至宝宝贝，万一迄种代志嘛，可能发生伫咱家己厝里的成员，所以咱一定会心内艰苦，甲毋甘。就算毋是基督徒，也拢会有迄种人艰苦，咱嘛艰苦的迄种感受，何况是基督徒的咱。圣经教导咱必须爱疼厝边亲像家己，咱必定着爱看遐个受伤害的人，好若亲像家己的亲人共款。其实这是对摩西律法就已经明白教导以及规范的要求。利未记19章第9节到18节，恁修行5国，园边的毋通挂了了，落落来嘛毋通捡，修行葡萄嘛毋通挽了了，落落来嘛毋通捡，着留互善食人甲出国人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毋通偷摕，毋通诈欺，毋通讲白贼，毋通奉我的名咒詛来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，毋通欺压你的同胞，毋通抢夺因的物，毋通甲工人的工钱留过面，毋通勒骂耳孔无听见的人，毋通下物件伫失明的人的头前，害伊绊倒。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你审判毋通无公道，毋通偏袒这个善食人，嘛毋通看有权势的人的面色。着照公道审判你的同胞，毋通四界造谣中伤人，毋通做假干净害死人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，着诚实指责伊的毋得，才免得为着伊的罪来负责任。毋通甲你的同胞报仇，嘛毋通扣分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我是上主，因为这是上帝所规定的。相信伊的人，受伊竞选的犹太人以及基督徒，都拢应当爱执行这个命令。真侪人拢知影着爱疼人，却无法度管控家己的情绪，因此才会造成悲剧。照着一寡影片来显示，迄位开车的用真悬的速度勒入一台机车，爆冲直接弄对三角国中这学生，造成目前已经有3个人宣告不治，12个人受伤，在接受急救甲治疗的中间。
这个高龄的开车肇事者，今年2月才换执照完成。照讲应该知影驾驶的法规，晚近学校速度应该会放慢，但是伊却悠原高速来进行，甚至看到这个合同，伊悠原安尼高速来步冲，互人无法度了解。而福音书的司机也看到遐一寡捌律法的律法教师，故意来挑战耶稣基督，用律法来试探耶稣基督。伫耶稣基督发问因的情形的下面，咱看到迄种明知故犯的迄种歹的心态，实在是袂通被容允啦吼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，有一个律法教师站起来试探耶稣，讲：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因伊讲，律法有写甚物，你安怎了解？迄个人应讲：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耶稣甲伊讲：你应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诗篇133篇。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偌尔好，偌尔欢喜，这通比平过去的油添伫头壳顶，流到喙鬚，阿伦的喙鬚，佮流到伊的暗领，这嘛通比平玉门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山的山岭，伫遐上主有永远要赐福。赐永远的活命。讲叫上帝赏赐怜悯甲医治，帮赞5月19号3叠车祸受伤的伤者会当恢复，安慰死者的家属，并互这个亲目睭看见车祸的人拄起因心内的恐慌、忧伤，赏赐平安互因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